这个台南左镇区农会，这个嘛是伫这个礼拜六2月25要来举办左镇白屋节的农产业文化活动。今年特别推出着5型圆仔汤甲传统的咸粿，拢要教导游客用在地蔬果亲手来做。台南左镇区农会将伫2月25要办2023左镇白屋节农产业的文化活动。今年特别推出用在地水果做成5型的圆仔，加传统的咸粿。咸粿咱是用糯米，唔是用一般的粉落加的，我是用麦、蓝土豆，蓝毛豆，咱搁蓝迄个油葱酥落做的。另外，左镇区农会嘛甲超商业者合作，伫左镇开头一间由农会自营的超商门市，提供在地就业机会，以及服务在地乡亲甲游客。少年的唔免去外口面就业。农会表示讲，今年活动有在地表演、农村市集、农地产品的试食，以及满水果的体验，欢迎各地乡亲去行行哩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